我是女神哎！降阶真的猴塞雷，这2个多月来不仅送防疫便当、捐赠医疗物资给全台各大医疗院所。日前老公黄兆杰给他看一则影片，让兆杰决定把触角延伸到海外。但是就在好几个礼拜前，我爸爸拿了一个报纸给我看，它的内容呢是在讲关于马来西亚的医院由于 COVID 的病患太多，导致医疗资源匮乏，氧气不够用，弄到那些医生每天都要决定要给谁用氧气，要给谁生给谁死。是马来西亚的疫情至今还无法获得控制，于是我们好棒棒女神充满斗志、满腔热血，与黄明志携手合作，还找来一帮超强神队友，并扣啊 K 斗张国伟请星宇航空赞助运送54台 PAP2、5台空气清净机，外加5000个 N95 口罩。后面有一大堆的货物。当事情以为进展很顺利之际，没想到价值150多万54台的 PAP2 居然不能运送到大马。张杰18日在脸书上解释 ，PAP2 的制造产地在德国，当地的进出口管制局规定仪器不能跨国出口，就算是捐赠也不行。如果我们还是执意要做的话，台湾的分公司有可能会因此丢执照。收到消息时，张杰当下非常错愕，也很失望，但他完全能理解，也能接受。我当然不能让你们失去执照，我也承担不起。但他表示不会因此放弃，就当是老天爷要继续考验我。马来西亚加油加油，大家都不能放弃。你去干嘛？你去干嘛？去偷吃豆花，对不对？鱿鱼羹。偷我的车啊！你跑去哪里？你干嘛偷我的车？等一下，你好好讲，你跑去哪里？我刚刚运动完，然后走过来的时候就看我的车停在路边呢，然后我想说，我其实已经开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看你右闪灯奇怪嘞。可我已经开走了啊？你去干嘛？你去干嘛？去偷吃豆花，对不对？鱿鱼羹。你吃鱿鱼羹？为什么？肚子饿啊。你中午没吃吗？有啊。那为什么要吃鱿鱼羹？嘴馋呢。我可以吃鱿鱼羹，而且你为什么车子就这样停在路边会被人家拖掉？我是女神啊！好 ，OK。你开回家吗？太好笑了！好，开回家吧，拜拜。因为我觉得很好笑，我刚刚就真的走进来，就发现说，车子怎么会停这里？然后我就把它开走。后来我想说，太可怜了，我怕你开回来会吓死。你刚刚有看到车子不见了吗？我看它正好右闪就出去了。哦。我会追踪，好吧？我可以追踪这车在哪里，好不好 ？Over。拜拜。你今天不可以吃晚餐。我要吃晚餐。不可以吃晚餐。谁管你啊！快点带我到我们公司，打到人家了啦！啊，好啦好啦。